暖暖十门溪。咱来故事看万地。空中好朋友，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三个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画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画本内底的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互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画本的这对母仔囝，是来自家人的郑华，甲伊的查某囝小海蒂。欢迎做伙来欣赏。甲囡仔讲母语，甲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海蒂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海蒂的上家的翁仔露娜海蒂。哦，你今日带你的好朋友海蒂来做伙录音嘛？对啊。对啊。我想要问你啊，咱即马看到的这页，你有看到啥物啊？我有看到月娘甲古水的小只蛇。古水的小只蛇甲月娘哦。对啊，还有一只猪仔，甲一个囡仔，还有一个便所，还有树奶头壳，还有树根，还有树叶啊。你看到这么济啊？树根是紫色的，树便所是茶头的，而且头壳淡薄草啊，段树啊是紫色的，还有树叶啊嘛是紫色的。哇！你较早讲猪仔是朴色的，哦，对，目睭边还有一个红拍色的感觉。啊，你感觉迄只蛇的面顶面还有红，看起来是真歹势，是无？哦，你感觉这个查某囡仔伊遮尔暗的时阵，伫这个所在在创啥物啊？在放尿。伊想要去放尿是无？个伊无大人唔敢。伊无大人陪，所以伊就毋敢家己去便所。你敢有即种的经验过？伫外口的时阵，家己一个伫便所，妈妈伫另外一间是对面的时阵，我会淡薄惊。因为你会感觉你无啥敢家己伫外口的便所啊？我会想讲有鬼会来甲我掠。原来你是想讲会有鬼来甲你掠。我一想到海底，我就开始感觉海底一股水。所以你就袂记只可能会有鬼出现这件代志是吧？袂遮紧张。就袂遮紧张啊。你因为我的头脑内底出现海底只股水。古水的面。所以这就是你咧紧张的时阵，摕来安慰家己的方法是吧？你感觉迄只猪仔咧创啥物？迄只猪仔甲蛇共款歹势。甲大蛇共款歹势，因为啥物？因为因看到迄个人，毋知是啥物人，因就歹势，想要甲伊讲话，个歹势。是安尼哦。妈妈细汉的时阵啊，你敢会记咱小伯阿祖兜？小伯阿祖兜伊即马外口遐是毋是拢是安门头对无？过来啊，迄是妈妈细汉的时阵哦，阮迄阵的便所嘛差不多亲像安尼，外口嘛有一间亲像即马你看到的啊，是淡薄仔用砖工搭起来的便所。海底有问题？海底你有啥物问题？就是安尼。你家己一个出去放，你又袂惊哦？会啊，会足惊的啊！安尼你安怎安慰家己啊？我著唱歌足大声。唱歌足大声，有啥物关系？因为唱歌足大声，著改成会有人陪我安尼啊，著改成有声音，无遮尔甜滋滋啊。我家己一个时阵嘛会惊，我主人出现，我就开始想要跳过去，甲会耍。
你讲你即摆是海猪还是小海猪？海底。海猪拄则讲的是吧？啊，问题嘛是海底问的。问题嘛是海猪问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阮细汉时阵足惊诶，啊，着足紧用冲走去便所，啊，快凊彩放白啊，凊彩去一个用裤扭起来，个走，紧走转开出来。海底个问题。哈，啊，那恁卫生纸要等倒位啊？啊，阮迄阵诶卫生纸拢直接搭去迄个马桶内底。好，我当把是，只是我袂晓放着。你敢会使讲较慢诶？你搁讲一遍。我毋是，我袂晓放着，我只是我只是咧，主人就爱红啊尔。你即摆是海底咧讲话是吧？对。哦。海猪，你敢有看过真正的猪啊？有一遍啊，我去看草药的时阵，有看到猪啊，怪咧，想因人要去因的厝内底，我就惊着，互妈妈伫抱咧个猪啊伫遐，讲叫来惊去。啊，猪啊，敢有去找你？敢有甲你耍？无啊。无啊。因为我无人要去因的厝。哦。啊！你对看到猪仔低调，搁有猪仔伫遐，你迄阵心内的想法是啥物啊？心内想法就是，我心内想法就是，要紧走啦。足惊猪仔的是毋是？对啊，我即摆较袂惊。哦，你大汉就较袂惊是无？对啊。哦，多谢你。台语好保守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择。台语好保守。便所甲咱人的生活非常的密切，所以有袂少有关便所的热气仔话流传落来。这部说来去，咱邀请嘉义资深的台语专家萧凌春老师为咱来介绍几句啊。咱的结骨内底用便所做结骨的足济，讲便所唱什么话？唱正人酸，酸溜的酸，甲讲酸的酸，没意思无共，但是音共款。便所来化妆，臭水，华语我想即叫华语读着臭美。便所来点火，或者臭火。臭火大的意思，臭火。这西客家的文化，咱也捌带过庄脚，你个是正神护灵，西客家嘛无囥伫厝内啦，拢伫外口。人插花，伊插草；人困阿眠床，伊困西客家口。日本人来的时，甲迄个日本式的房间内底。放西客仔到人看起，或者西客仔便所，其实日本人已经进化到化粪池啊，人已经进步到化粪池啊，所以咱就个警惕讲，咱困阿眠床爱困西客仔口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
乌树牛仔来作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。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，你看咧雨丝香，暗顿吃白影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。